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介紹2025年3月嘅新巴士路線。第一，2025年3月17日嘅81X 從美田去拔街，彌敦道。其次，2025年3月17日嘅 H1S 循環來往中環、天星碼頭總站、西九文化區。2025年3月28日嘅76循環來往由博路簡約公屋、南、上水站、彩園路。2025年3月28日嘅268來往由博路簡約公屋、南同八鄉路。2025年3月28日嘅 SP2A 從啟德體育園去尖沙咀。2025年3月29日嘅580來往沙田市中心同西沙灣。2025年3月30日嘅19循環來往安達臣巴士總站、鑽石山。2025年3月31日嘅600來往安達臣巴士總站、中環、林士街。2025年3月31日嘅 H3 往赤柱市場。2025年3月31日嘅 H4 往中環、香港摩天輪。就係咁，再見。